接续直接看，咱要来看的是台北国际册展今仔日起稿啊，这是伫台北世贸一馆来举办。今年的主题国就是荷兰，也因为今年拄好是荷兰人来台湾满400天，现场会当看到这个册展用1624永续发展做主题的布置，展现了欧洲的航海时代，即台湾甲世界交流的种种记录。头拄啊，这个荷兰馆也来举办开幕的茶会，咱即马。互台记台的记者带大家做伙来看现场的状况。是记者将伫台北世贸一馆现主时段咧举办的是台北国际册展。台北国际册展这摆的主题国是伫咧欧洲西北部的荷兰。这摆荷兰的主题国的开幕茶会也伫咧下晡1点的时阵举办，咱来看现场的状况。我看到非常多的 I have seen the kids line up outside this area. They cannot wait to see all the books. This is wonderful. This is what we expect and what we want for this exhibition. 其实就像刚刚讲的，小孩子就是我们未来。我们过去有很深厚的这个交流，那现在呢，可能很多的成人认识荷兰都知道，因为是艾斯摩尔，because your high tech company 艾斯摩尔。可是呢，对于下一代来讲，我们需要更多的新的交流。I think the new exchange, new exploration will start here, start today. 在1624年的时阵，荷兰人航海来台湾，统治台湾中南部要40年，也因为这段历史，现场是展出亲像荷兰航海时代的大船模型，也有迄时荷兰人画的台湾地图，荷兰传教士伫台湾传教的记录等等。主办单位也邀请9位荷兰的作家来台湾演讲、参读者来互动。另外，副总统赖清德伫咧下晡2点半的时阵，也到现场参加茶会，而且来设这个册展哦。咱来讲到这个台北国际册展是为2月20开始到2月25，伫台北世贸一馆举办，民众拢通买票入场参与这摆荷兰国主题国的台北国际册展。以上是公视台记者伫咧现场的连线报道。